是咱开始分享上帝话语进前，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阮人生中唯一的愿望，你是阮人生中唯一通倚靠的。愿上主，你透过你的话语，互阮看见话语中带予阮生命的愿望，带予阮生命的快乐。也带互阮生命的更新甲鼓励，愿上帝帮赞，也透过你圣神的引带甲感动，搁一摆透过你的话语，互阮通了解圣经内面的奥秘。求你帮赞，互阮伫即时也注神伫你的话语，也注神伫你的身上，互阮通搁一摆透过你的话语，含主你三千君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今仔要和大家来做伙分享，是伫即个信用根基的系列的第二个分享。今仔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的是根基的起造。伫即礼拜拜二、拜三的时阵，咱拢知有一个风台。来经过伫咱的台湾，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一项代志，特别伫10月份阁有风台，顶一届10月份有风台来已经是足久进前的代志啊。这个新闻气象在讲，这个风台若是10月来，通常拢会非常的严重。但是感谢上帝，到伫咱台南、高雄、屏东这个所在，这个风台就散去啊。但是咱以往看到伫东部的所在，花莲也是宜兰。嘛是产生非常严重的灾害。每一届有风台来的时阵，对台湾住伫台湾的人来讲，虽然讲这是逐当一定会拄着的，但是当拄着风台要来，也是拄着落大雨的时阵，嘛会互足侪人感觉非常的惊吓，因为可能风台来、大水来，也是落大雨，可能就会造成一寡灾害。会造成一寡非常互人感觉困扰的代志。咱若有印象，伫过去侪届台湾拄着风台，也是拄着地动的时阵，咱嘛会看见有一寡厝因为这款的情形来倒去。但是足侪原因是因为遮个厝可能起伫迄个河的边啊，也是遮个厝伊原本的条是袂稳的，也是会条非常的少。滴到水来冲，滴到地动一摇。虽然这间厝看起来非常大间，这个厝起了非常的悬，但是当拄着摇动的时阵，这个厝就倒去啊。这个厝就无亲像原本看的较水，无亲像原本看的会当较坚固。其实咱每一个人的生命，咱每一天的决定，每一天的价值观，每一天的习惯。其实嘛，亲像咱咧起造咱生命的厝一样，咱每一天咱的决定，每一天的价值观，咱每一天所做的每一个选择，其实嘛咧起造咱家己生命的厝。可能咱诚做一个生命的起造者，咱可能无一定会意识到讲，咱即马咧起厝，咱可能无意识到即马咧起造咱的生命，但是。当真正拄着生命的风雨，拄着生命的地动的时，才会真正发现我生命的根基敢有徛了在，我生命的根基敢有稳固。所以今日经文，咱拄仔透过书的咱读，但是咱做伙嘛咧看这段经文的时阵，咱嘛会当了解这段经文对我来讲，其实非常。会当理解这个经文在描述是啥，因为头前就讲到，伫台湾咱嘛常常有时新闻嘛会看到这款的情景，但是等到伫咱的生命，咱敢有在起造咱家己的生命，咧建立家己生命的价值观的时，咱敢有犹原嘛是安尼在思考。今仔咱看的经文伫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节，耶稣伫这个伫山顶的所在，伊含军队伊的人，伊有非常侪无共款。对因的讲道，对因的无共款的教导，或者军队耶稣的人，因对因的文化，
对因世界这价值观有一个新开阔的想法。希望对当时的人来讲，这是一个足大的突破。对当时来讲，这可能是无法度通想象的，甚至无法度通理解。耶稣为什么讲这款的话？但是当耶稣伫这个山顶和这的军队、伊的军将，对这伊所有的学生讲了这话了后，耶稣透过今咱所看的经文，伊做了一个结论。耶稣用这两个军机的比喻，做了伊伫山顶的讲道的结束。两个军机的比喻，也真做是耶稣对这的军将、对这的门徒，也是对咱非常重要的提醒。拄仔讲，咱每一个人拢是起造的人，咱每一个人拢咧起造咱的性命，但是咱的性命起造伫什么款的顶面？安尼嘛会决定咱的性命敢有法度会当稳固，敢有法度会当徛牢。咱每一个人拢咧起一栋看袂到的人生的厝，咱每一个人拢咧起一间人生看袂到的厝。咱的价值观、咱的选择、咱的情绪、咱的关系，拢咧不断地塑造这间看袂到的厝。但是真正决定这个性命的厝敢会当徛会稳的，毋是外表。毋是讲起了偌水，毋是讲起了有哪里啊厉害，是迄个看袂到的根基敢有稳固，伫迄个看袂到的所在，敢有真正温群、认真、努力伫做这项代志。这段经文，耶稣用3种的对比，伫形容2种性命的态度。耶稣讲，你对这群众讲，你会当选择正对，是一个台语讲是一个戆的人。国语的圣经讲是一个无知的人，还是现代中文日本讲是一个愚蠢的人，还是讲会当选择正做是一个聪明的人？耶稣伫这短短这个经文几句的话内面，用无共款的对比，互军队伊的人，互听见伊的人去做一个选择。要选择正做是一个无知的人，要选择是一个愚妄的人。也是要选择正做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所以今仔透过这段的经文，耶稣对门徒、对军队伊的人、对相信伊的人的提醒，嘛，互咱搁一摆来思考，咱每一个人性命根基的起造，根基的起造、性命的起造，毋是对，特别是咱伫信仰中，毋是讲我是一个拄啊信主，我才开始咧起造我的性命。其实对已经信仰足久的，认捌这个耶稣基督足久的，其实咱嘛爱不断重新咧思考，我的根基敢有稳固，我敢有真正起造伫正确，而且是合伫上帝心意真理的根基。所以今仔透过这段经文，咱有3个会当做伙来思考、做伙来分享的。第一个，根基的起造，无知的人伊听见，但是伊却忽略去；但是聪明的人伊听见，伊会遵行。无知的人，伊听见，伊就选择讲啊，无看到。但是聪明的人、有智慧的人，伊会选择伊去遵行耶稣的话。拄仔经文，咱做伙看见耶稣用第一个对比，伊讲，所以有听见着我的话去行的、去实行的。另外一个对比是，所以听见我所讲的这个话，但是无去实行的。耶稣讲的第一个对比是听，然后去做；另外一个是听，但是无实行。当咱看圣经时阵，咱用讲无实行，就是拒绝，也是讲无去做。但是实际上，这个无实行，伫原本的圣经的文字内面，伊的意思是忽略，也是讲假做无看到。这个拒绝。也是讲无实行，毋是咱想讲啊，耶稣讲安尼，我拒绝，我莫接受到这个福音，人甲我介绍福音，所以我拒绝。伊的意思是讲，我听到啊，我嘛知，但是我选择无爱听，我选择无爱看到，我选择忽略这一切会当对我性命有帮助的代志。耶稣咧讲的，毋是讲谁听了较济。耶稣咧讲的，毋是讲谁听了较济，谁听了较少，毋是讲谁认捌较济，谁认捌较少，谁相信耶稣认捌这个信仰较久，谁相信的较少。毋但是对这个教导耶稣的话语的认捌，更较重要是对这个教导的顺服。咱有机会去甲耶稣所讲的，伊伫山顶
对文图还是军队者所讲的这个讲号去看，其实我用咱即摆的眼光，用咱即摆的价值观去看，有侪代志，咱嘛是无法度通想象，咱嘛无法度通理解耶稣为虾米会讲这款的话。耶稣为虾米会安尼款要求伊军队的人爱活出无共款的性命？所以这毋是比讲送听济，毋是比讲送听较少，毋是比讲送看起来属灵的性命较好，送看起来属灵性命看起来较无好，也是参加的聚会较济，参加的聚会较少。这毋若是对这款的人物尔，是对教导敢有顺服。当然，听见上帝的话，听见耶稣的教导，这是开始咱和上帝对话人物的第一步。无上帝的话语，咱人生的根基地变做是咱家己的环境，变做是家己的自我，变做是家己的情绪。当然，咱爱先了解、爱听，咱爱先用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中，来正做是个根基的开始。但是，若只有听，毋是讲我听多，我听少。我认捌济，我认捌少。若是只有听，若是只有认捌，安尼可能嘛会互家己认为讲啊，我已经捌足济啊，我已经了解真济啊。但是实际上可能认为家己人生足好，那认捌足济，但是实际上可能迄个根基是非常空的。耶稣爱咱选择有一个安全稳固的基础来建构咱的信仰甲生活。这代表咱可能爱做一寡辛苦的工作，虽然看起来足无聊，虽然看起来爱一直做，但是这是上简单也是上重要的代志。咱可能认为讲啊，我爱读圣经，我已经足无用啊，我爱读圣经，我爱祈祷，我搁爱开时间爱默想，我搁爱写笔记，我搁爱将我生命的时间活出耶稣的教导。哇，足辛苦！我已经足无用啊，我已经无时间做遮个代志啊。虽然讲遮代志看起来足无聊的，我逐工爱做共款的代志，读经爱想耶稣安怎甲我教导，但是这是上简单，也是上重要的代志。耶稣这样提醒咱属灵的生命，咱属灵生命的根基，毋是建立伫咱的环境，毋是建立伫咱属灵的经验，是建立伫上帝话语的顶面。若是无真理的光照伫咱的心中，若是无真理甲咱引带，行往一个上帝欢喜的道路，还是合伫耶稣的教导，那安尼咱就会用世界的标准做咱生命起造的标准。若是咱无去贴属伫上帝话内面，咱无继续来活出耶稣的教导，那安尼咱可能无法度建造着一个稳固的生命。耶稣在提醒咱，聪明的人、有智慧的人，也是一个愚妄的人，也是一个无知的人，上大的差别是敢愿意活出伊的教导。耶稣提醒咱，一个聪明的人、有智慧的人，也是一个愚妄的，也是一个无知的人，上大的差别是敢愿意伫你的生命活出伊的教导。所以耶稣伫路加福音第7章27节。伊嘛安尼讲，伊讲毋是每一个称呼我讲主啊主啊的人，拢会当入天国，只有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，才会当入去。耶稣讲，毋是每一个讲啊主啊主啊主啊，每一个安尼话的人，拢会当入去到伫天国，只有实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，才会当入去到伫上帝遐。听，当然是一个拄仔讲，这是一个开始咱和上帝对话、认捌上帝的第一步。但是行、活出，才是咱的根基拍稳的时刻。每一届行的时阵，每一届实行的时阵，就慢慢啊拍落迄个根基，慢慢啊拍稳迄个就是进入到伫一个拍稳的时刻。所以耶稣透过这个经文，互咱第一个提醒：聪明的人。伊听，但是又遵行；一个无知的人，伊听，但是伊选择无听到；伊听，伊却选择伊忽略这一切。第二个，耶稣透过这段经文，嘛，互咱通了解，
无知的人，伊将伊的性命起造伫沙土；聪明的人，伊将伊的性命起造伫磐石顶；无知的人，伊将伊的性命放伫土沙顶面。但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，伊了解，伊爱将伊的性命放伫搁较稳固的石盘顶面。伫这段经文，咱看见另外一个对比。耶稣讲，一个聪明的人，伊将伊的厝起伫石盘顶，因为伊的基础立伫石盘。另外一个，耶稣讲，亲像一个愚妄的人，亲像一个无知的人，伊将伊的厝起伫沙顶面，也是起伫土顶面。我毋知大家敢有去过海边去佚佗的经验，特别是囡仔到伫海边去佚佗。上介意的就是将海边的沙啊，甲起做是一个城堡，也是起做是任何的一个模样起厝。但是，迄用沙起起来，虽讲土含水蓝蓝的，会当坚固一个。但是当迄个海涌拍过来的时阵，迄个用沙起的水就无去啊，水就放去啊。所以耶稣嘛安尼讲。当一个人将你的性命看起来是用沙、用水、用一寡物件甲合作起来，看起来非常的坚固，但是实际上，当拄着一寡风涌的时阵，就倒去啊。咱每一个人其实嘛非常努力拍拼伫起造咱家己性命的工程，虽讲可能咱无发现，伫咱成长的过程，伫咱学习的过程，可能咱无发现讲，这就是咱咧起造咱的性命的工程。但是无共款的材料，无共款的根基，带出无共款的结果。咱可能无意识到讲，咱即摆咧起造咱的性命，因为可能逐工的生活拢一样，可能逐工的时间就是安尼过，逐工的在做的代志拢是共款。咱可能无意识到讲，咱每一个人其实拢咧起造咱家己性命的工程。但是无共款的材料，无共款的根基，就会无共款的结果。亲像耶稣伫这个譬喻内面所讲的，伫耶稣所讲的这个譬喻，这两间厝其实看起来共款，这两间厝其实看起来拢差不多，就是两间厝嘛，要互人住的。但是真正差别的，就是伫迄个表面下面的物件。其实你看这两间厝拢非常的水，耶稣所讲的这两间厝其实拢起好啊。拢起了非常的水，已经完成啊。但是唯一的差别，就是伫迄个表面下面所看袂到的，迄是上无共款、唯一差别的物件。石盘代表是一个稳定，代表是一个非常通瓦靠的。遮个沙啊，遮个土，代表伊是非常容易的改变，伊是非常容易的散去的。虽然看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无共款，一个是非常稳固，一个是非常坚定，但是一个是非常容易变化，一个是非常容易就散去的。若是咱的根基，咱生命的根基，特别伫咱起造信仰的根基内面，咱犹原带着用这个世界，用这个。咱过去成长的文化，在继续起造咱的生命。那安尼，咱的生命可能犹原是属伫迄个会不断的改变，可能随时会散去，甲重新组织的一款生命的状态。因为这个世界不断的变，因为这个世界互咱的价值，这个世界互咱的文化是不断的改变的。若是咱的生命是起造伫遮个顶面，若是咱将世界的价值诚做是咱生命的优先，若是用咱个人的理解来取代上帝的启示，若是用咱家己的感觉，用流行的文化，用家己的情绪，用世俗的成功去定义这一切，若是咱生命的根基，可能有一天会散去，有一天可能会变化。信仰甲生命的根基，只有将焦点转去到伫耶稣的身上。若是建立伫世界顶面，安尼非常容易就受到影响。受到改变。若是咱无将咱的生命的根基、信仰的根基放伫耶稣身上，若是建立伫世界的价值观，世界安怎看我，
世界安怎期待我？这个文化我应该安怎做？我应该安怎努力打拼，才会当起好这间厝？我应该安怎努力打拼，才能符合这个世界所期待的这个模样？那安尼，咱可能真正是拄着一寡困难挑战的时阵，咱的根基会亲像这个沙土一样，可能就改变去啊。决定咱生命的品质。决定咱真正有一个好的信用的品质，毋是为别人所看会到的。决定一项信用的品格，一项生命的品质，毋是用外表看会到的，毋是讲赚了偌济钱，毋是讲有偌水偌缘投，毋是讲有开偌好的车，毋是讲有偌好读偌好的这个学历。更较重要是迄个稳密的根基，迄个态度甲身份非常的重要。虽望咱活伫这个世界，虽望这个世界叫咱爱追求迄个上好的、上水的，但是咱要知伫迄个稳慢的根基内面，咱的态度是啥物？咱敢知咱伫这个世界的身份是啥物？咱敢知咱是活出一个上帝儿女的身份？咱敢知咱的态度是爱有一个天国的文化的眼光在生活？决定生命的态度的关键，毋是处伫外在。毋是处伫这个世界讲你应该安怎做，毋是处伫讲这个世界讲你应该爱诚做是啥物款的人，是伫咱起做迄个稳密的根基，别人看袂到的。但是你真正非常认真打拼，要起做你的信用，要非常认真起做你的性命。我相信这毋免透过你的外在表现，互人看见哇。这是一个非常有信用品质的人，这是一个非常有属灵生活的人。若是咱为咱的内心、为咱的性命开始起做，这种的品格、这种款信用的品质，就会正常来显露出来。若是咱的性命只是要得到别人的认同，得到别人的娱乐，要符合这个世界价值，安尼就无法度真正注意到迄个稳慢的迄个根基。咱若是为着要得到别人的认同，为着别人的赞美，为着别人讲你应该安怎，那呢咱就无法度真正讲看见迄个稳慢的根基爱安怎去起做。其实伫这个世界，咱知咱伫成长的过程，咱拢有无共受到无共款的期待，咱拢有受到无共款的文化价值。希望咱会当诚做是啥物款的人，希望咱的生命会当起做诚做是啥物款的模样。但是诚做是一个基督徒，诚做是一个相信耶稣的，诚做是一个相信耶稣福音的人。咱敢有真正将这个福音、将耶稣的教导放伫咱的心中？咱敢有常常对家己咧讲这个福音？咱敢有常常对家己咧讲耶稣是安怎咧看咱的？也是咱犹原用这个世界价值观，将咱的根基放伫这个会改变的，将咱的价值观放伫这个会不断去调整的这个世界。所以伫圣经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第3章11节，保罗先生嘛来讲，因为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根基，无任何人会当立其他的根基。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前书嘛咧讲，伊讲上帝已经用耶稣基督是诚做咱唯一的根基，无任何的人、无任何的代志会当取代这个根基，无任何的代志、无任何的价值观、无任何的文化会当取代伫咱生命中爱起做上重要的迄个基础。继续咱看耶稣也透过这个譬喻讲了最后一个对比。伊讲无知的人，伊的性命是袂稳的，而且是会不断摇动的。但是聪明的人，伊的性命所活出的，是坚定，然后是稳固的。伊讲无知的人，伊活出的性命可能是袂稳，而且是摇动的性命。但是一个聪明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伊所活出的，会是一个有坚定。而且是稳固的性命。耶稣透过这个比喻，最后伊讲，两间厝，一个起伫石盘顶，一个起伫山顶面。起伫石盘顶的这个，伊讲风吹雨拍水强，但是这个厝嘛袂倒去，因为伊的基础伫石盘顶。
然后另外一个伊讲风吹水来，但是这个厝就倒去啊，而且毋但是倒去，是倒了非常的严重。伊讲是倒了非常的严重。咱会当讲这个风吹，这个落大雨，也是大水来，会当代表伫咱的生活是咱的信用中所拄着一切压力甲挑战。你想，这个风吹为四面吹过来，这个落大雨为你的顶面落来，大水为你的脚呛过，哇，走袂去。耶稣讲这譬如是代表这个压力甲挑战，可能亲像这款四面甲你围住的，四面互你看，无法度通看见我应该安怎做。但是耶稣讲这个厝嘛，代表是咱所起造的生命，这个厝嘛，代表是咱所起造咱的生命的品质。生命敢会当徛稳在？生命敢会当伫拄着困难挑战，永远徛在？毋是决定伫你外在的能力，毋是决定伫你外在有偌济，是在伫你内在的根基。所以这各种的压力甲挑战，毋是讲敢会来，什么时阵会来？就亲像风台一样，咱可能嘛虽然有气象局的预报，但是有时阵嘛无确定讲伊真正是即天来，嘛无确定讲伊来时阵到底伊的强度有偌济。所以面对逐款的压力甲挑战，毋是讲敢会来，我敢会拄着困难，我敢会拄着艰苦的代志，还是讲什么时阵会来？是啊，咱爱问另外一个问题是：咱来的时阵，拄着的时阵，爱安怎去面对？当咱真正拄着的时阵，咱爱安怎去面对？咱会知生命拄着遮的风雨，拄着遮一切困难，毋是讲上帝要甲咱打击，毋是讲上帝要甲咱要用了遮物件要甲咱处罚。但是遮个代志却互咱会当看出咱生命的根基是安怎起造的。遮个代志互咱看出咱生命的根基是安怎来起造的。有时阵咱可能嘛会讲我的信心无够，我的信心伤细啊，无法度。但是真正面对一样代志是，我相信的是啥物？有时阵咱会讲我的信心无够。我的信心就细，我无法度通做遮个代志。但是真正咱面对的问题是，我相信啥物？当咱真正是将根基下伫起造伫耶稣基督的身上，那安尼咱相信啥物？咱若真正是相信耶稣基督啦，相信伊是对死搁活的，相信伊会当互无变做是有的。那安尼，咱相信啥物？有时阵，当咱讲我信心无够的时阵，咱搁回到一个问题：因为为啥我信心无够？因为我可能惊我做无好，我可能惊我做这样代志，别人无介意；我可能做这样代志无符合某一个人的价值观；我可能做这样代志，可能我感觉我无够完美。但是咱问的问题是：咱到底相信啥物？咱敢有相信咱伫这个信仰中的身份？咱敢有相信这个福音所带予咱生命的态度，还是咱犹原搁继续咱相信咱家己？无所以意思，毋是讲咱袂当拄着困难，就爱随时讲好，这是化妆的祝福。随拄着困难讲好，无问题，我一切一定会当面对。当然，咱虽拄着一寡挑战困难，咱嘛会艰苦，咱会熬义，这非常正确的一个情绪，这是。真做是一个人会软弱，真做是一个人一定会产生的一个反应，这非常正常。无所以，毋是讲那安尼，每一人拢爱感觉讲哇，因为我有主通靠吼，所以拄着问题拢无问题，伫着困难来讲好无问题，毋是这个意思。是咱真正伫面对这个问题，咱不断问家己，咱爱不断伫经历上帝的过程，咱嘛伫讲我到底相信啥物？伫几个圣经有两个人会当互咱一个足好的一个提醒，一个是约伯。当约伯伊原本啥物拢有，非常好个，有做一囝儿，但是当一天遮物件拢无的时阵，伊嘛非常的了义啊，伊嘛可能伊心中嘛有足侪的艰苦，但是最后相信一项代志，伊讲过去我只有听过你。但是我真正
亲目看到你，我真正经历到哇，你是信实的上帝。先知哈巴谷，伊伫迄个时代，伊看见伊的国家非常的毁坏、毁败。伊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的国家非常的毁败，来救阮的国家。但是无想到上帝兴起一个更较大的仇敌来攻击伊。哈巴谷继续问上帝祈祷：上帝啊，哪会安尼？上帝哪会是这款？但是最后哈巴谷伊伫最后第3章16、17、12讲：随望啥物物件拢无啊，随望遮的果树嘛拢无结果子，遮所有的遮的羊啊拢无啊。但是我犹原因为有上帝，互我感觉性命得到喜乐。这是伊所相信的，这是因伫性命中因所相信的。毋是讲袂当怀疑，毋是讲袂当艰苦，毋是讲一定要假作无问题。是这个过程，咱不断地问：我的根基起做伫地，我到底相信啥物？我到底是相信啥物？所以诗篇第26篇第6节。诗人来讲，独伊是我的石盘，我的拯救；伊是我的避难所，我袂摇动。独伊是我的石盘，我的拯救；伊是我的避难所，我袂摇动。伫10月份的时阵，无事和纪念无久的一寡兄弟姊妹，阮做伙到伫泰北的所在，阮做伙去做一个底选的一个事工。其中，阮有4天的时阵，阮特别到伫一个村庄，伊叫美娥村。这个所在有一间中文的学校，是由这间教会所起造的。中这个是这间教会的团队。这间中文的学校，伊的边仔就是一个道教的中文学校。所以当这间教会的中文学校若倒去，也是因关起来的时阵，遮原本伫教会的囡仔就全部拢会走去这个道教的中文学校。其实对遮的人，对伫遮泰国伫服侍的传道人，也是伫遮服侍的同工，其实因伫遐遇到侪的困难。比如讲去的时阵，拄好含这个传道伫含伊分享。伊讲，其实因拄着足大财务的困难，因原本遮的教中文的老师，因为因无通互因教业的薪水，所以含遮的老师协调讲，我拢先互你一半的薪水。但是遮的老师嘛非常甘愿留落来。但是这个团队嘛继续分享，其实因逐当拢拄着遮的困境，因逐当拢拄着遮的困难，因为要帮助囡仔伤济啊，因为当地有足济可能为世界逃来遮的所在，嘛有足济遮的囡仔是无老爸老母，所以因爱照顾遮的囡仔。因想讲，其实逐当欠的足济，因讲逐当其实因嘛足济足大的困难，但是伊甲我分享一项代志，互我印象非常的深。伊讲虽然看起来逐当拢欠，但是最后逐当拢会拄好，袂搁较济，嘛袂减少。伊讲伊逐当拢咧经历这款的信心，逐工伊拢咧经历啥物是会互伊拄啊好的上帝。伊逐当拢咧经历啥物叫做会供应给他的神。伊会相信的上帝是安尼，伊所相信的是伊知这个上帝当伊不足的时阵，伊会供应互伊，嘛袂互伊伤济，嘛袂互伊伤少，互伊拄啊好。互伊通继续来服侍，互伊通继续来领受到上帝的恩典。当然，咱的性命可能无的确讲拄着遮大的困难，咱可能无一定讲爱经历像伫泰国北部遮的囡仔，也是遮所困苦的代志。但是，共款转到伫咱的性命，当咱拄着无共款的挑战困难，伫咱的性命的时，咱会安怎来回应这项代志？咱会安怎来回应？讲我相信的是啥物？啥物是我一生中所徛在的根基？所以咱做伙来起造，咱做伙来建立。一开始讲，无论你听偌济，听偌少，你认捌偌济，你认捌偌少，拢一样，咱做伙来起造。耶稣讲，所有听我这话去实行的。
代表伊毋是对无相信伊的人所讲的。耶稣讲，所有听见伊的话去实行的，代表你相信啊，所以你才去实行啊。代表你听见啊，你才有愿意去接受啊。所以代表耶稣毋是对其他人所讲的，毋是对遮无相信人讲的，伊是对每一个愿意相信伊的人所讲的话。耶稣毋是对其他人讲，毋是对还未相信的人讲，毋是对还未明白伊的讲，是对咱每一个已经明白伊，而且咱嘛愿意相信伊的人所讲的。尼希米记第2章18节，尼希米讲：咱着开始重建吧，咱着做伙起造吧。愿上帝帮助咱。特别是伫咱教会要建立50周年的时，咱看过去上帝真正是不断的稳定保守，互咱真正是伫这个稳固的根基不断的成长。但是求上帝帮助，互咱在今50周年继续迈进、继续往前的时阵，咱的根基永远徛在，咱的根基永远是徛在伫耶稣基督的顶面，互咱继续起造一个合伫耶稣的教导。合伫耶稣的心意，合伫耶稣的天国的文化的根基顶面，愿上帝赐福咱，也保守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做伙起造咱的性命，也来起造富强教会，诚做是合主心意的一间教会。这是咱做伙来唱一条回应的。